在要把财产归还给他们母子三人，并将泽泽请过来把婚事给办了。这是他们父亲的遗愿啊，这样做死者也会如愿的。我要向你们说一件事，按照先父的遗嘱，过去叔父和姑妈二位对我们母子三人真诚的照顾，我深表感谢。现在我儿子和泽瑟已经到了成家的年龄，所以我请求叔父和姑妈二人把我先父留下的财产还给我们。我们要按照他的遗嘱把泽瑟娶过门，让儿子继承遗产。别再说了，闭嘴！你哪里有什么财产？那是你丈夫在生前向我借的，他现在死了，他不在了，那就应该还给我。你知道不知道？疯婆子，那都是我的，你别再想要了，那是痴人说梦。是，你们哪有什么财产啊？遗嘱是谁写的？养活了你们母子三人，我们差点被饿死。你这疯婆娘，我们真是好心没好报。哼！看你可怜，才让你留在这儿。早知道你们都滚出去，甭留在这儿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大爹，你俩昔日将散，你看看我们母子三个人苦难的命运吧。你说你死后要从墓穴中看着的，现在是你看着的时候了。恩将仇报，恩将仇报！你这毫无良知的坏女人！你这毫无良知的坏女人！你们给我滚出去！你们有很多财产吗？你们能举行这样的宴会？我们的命好苦我这里没有你们所说的财产，我这里没有你们的财产。气死我了！我这里哪没有你们的财产呢？太不讲道理了！恩将仇报，恩将仇报啊！毫无良知的坏人，你们毫无良知！哼，你们毫无良知，毫无良知啊！你们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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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我这里没有你们要的，你没有，我这里没有你们要的财产，没有你们的财产。我们走，我们走。要是凭人多，你们就可以聚集人马来打仗；如果人少，你们施展法术谋害好了。我们走。起来吧，都起来吧，你们也别哭了。舅舅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那就别伤心了吧，咱们再想办法，好吧？来，擦干眼泪，坚强一点，坚强一点吧。啊！说他这个没良心的。娘查噶尔坚想，如果现在不让儿子学点本领，将来在叔父和姑母的欺压下难以翻身，于是将文喜送到当地的一位老师处求学。咱们要走好远的路，只要能学到知识就可以了。文喜要学多点知识，有了知识咱们就不怕。来，文喜，这儿有个转经殿。我们要进去转转经吗？是的。好吧，我们快点进去，我要转一转。来，我们进去。
师傅家到了。哦，这就是吗？有人吗？请问有人在吗？有人吗？院子好大大呀！是的，这院子好大呀。米拉，你以后要在这里好好跟师傅学习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妈妈。我们上楼去拜见师傅。您好，请问师傅在吗？在，请进。好的。你好。师傅，这是我的儿子，请您教他一些知识吧，因为我们母子俩遭受着非常大的困难，供养就剩这一点了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教你儿子拼读的。个可个这可좀 그 가능하게 나로고舒服，真舒服。那些参加喜事的美女的声音比布谷鸟的还动听。现在我来唱一首。在城里唱首桑桑桑歌曲，是能饮甘露酒的预兆。我祝愿能常常喝甘露。来耶，桑桑大桑就大呀，阿来托梅讲的子大同个的，tìm着的。